你神经病啊，段飞！大半夜，吓死我！你干什么？松开！松开！你大半夜的，你敢把我吓成心脏病啊？哎，大晚上的不开灯，怨我啊？你不是走了吗？谁让你回来的？你快走！我就不走，我们不是结婚了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睡觉。这里是我家，你要睡觉你出去睡。这里也是我的家。你好话不说第二遍，出去！彤彤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演戏，过来。叫什么？啊啊啊啊啊！啊！老婆，老公，彤彤，段飞，你别这样，你也别这样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也受不了了。我更受不了了。够了！你笑什么笑？你不是想睡觉吗？睡地上。你要是不想这样演戏的话，我明天可以搬出去住，这样爸爸就管不着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睡着了。那我再找一下吧，好吗？等会儿。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. 24 little hours. Bought the sun and the flowers where there used to be rain. 没事吧？德飞，来，把这个送上去。18楼不是不让去吗？这个你就不知道了。如果快件紧急的话，也有例外。再说何主任已经催了好几次了，你就给他送上去吧。不要管其他的。好的。有人吗？你找谁呀？我找何主任。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送东西啊。保安不得擅入15楼以上的办公区域，这是公司的规定。你没上过员工培训呀？爱要不要？哎，你站住！你违反了制度，我告诉你领导。让开！哎，你什么事儿？吵吵嚷嚷的。何主任，徐总让我给您送东西，谁知道这个新来的保安违反了制度，竟然上这儿来。这没你什么事儿了，下去吧。哟，是你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段飞。段飞。你到这个地方来，严重违反了公司员工的条例，
你知道吗？我刚来不久，还不了解什么制度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信不信我开除你？妮妮，我把东西给你了。如果你想开除我，那谢谢你了。拜。段飞哥哥，段飞哥哥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什么叫又是我呀？来坐。哎，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？你叫我叫苏雅小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叫苏小雅，苏小雅，苏小雅，记住了吧？哎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才问到的。哎呀，段飞哥，你别走嘛！有什么事快说。没事就不能找你了。是啊。我就是想你了。无聊。哎，段飞哥，你不能走，我这次是真有事儿。到底什么事？你快说。我遇上麻烦了，你必须得帮我。你自己想办法，我正在上班呢。我是真遇上麻烦了，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随意。你要帮我，我是真的，你。既然我们都这样了，是不是代表你同意了？你说吧，你想干嘛？我开车。走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快点把剪刀给我，把剪子给我，走，跟我去办公室。快点，去办公室。我都已经练了好久了，怎么还是赢不了你？因为你笨啊！我不会放弃的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拜拜。我有急事，我要走了。你怎么又要走啊？我要跟你一起去。那你先把假发摘了。为什么？我要去档案馆。哎，你说昨天晚上他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带着个口红印就回家，连遮都不遮一下啊！说我们好歹也是夫妻，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？我现在想想就一肚子气。男人怎么没一个好东西？你知不知道你剪照片是件很没有道德的事情？我很需要那张照片。你需要它就要捡走它吗？这张照片都20多年了，它是有历史价值的。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，需要照片就来我们这里捡，那我们资料馆还开不开了？你跟他说我害怕。你是谁呀？我是大哥哥。你们俩兄弟长得差距也太大了吧？双胞胎。段飞哥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个弟弟啊！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必须要拿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说拿就拿吗？姐，你又是谁啊？我是他老婆，也就是他嫂子。
我这个弟弟啊，脑子不太正常，然后豆片剪都剪了，也粘不回去了，你就睁一只闭一只眼给我们呗，对吧？爸，他犯病了，我想回家。妈，我饿。阿姨，你有没有牛奶？哎，算了，快走吧，以后可不要这样了。谢阿姨。都几点了？早就该下班了，真是的。谢谢啊。等一下，美女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哥几个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想借点钱来花花。我们没钱。没钱，我们可保证不了你的安全。你们别过来，再过来我报警了。快点，把钱拿出来吧！拿钱，快点！你谁呀？你管得着吗？你给我等着！哎，别谢我啊，应该。小九，哎，大嫂，以后对我老大好一点啊。林总，我车送你们回家。什么情况？嗯，你指使的？不说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还是不说？走。没事。小妹妹，你已经到家了，为什么还不回家？爸，段飞这些年都干什么去了？跟着老混蛋去韩国了吧？你现在想了解他的过去了？不是，我刚才跟芷晴在回家的路上，遇到几个混混找麻烦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爸，你别担心。救我们的人可能跟段飞认识。彤彤啊，我老了，帮不上你什么忙，有什么问题啊，你就问问段飞，我信得过他。他这个人脾气又差，中文又那么烂，每天就知道耍酷。我看他倒是没有什么可信的。难道你忘了，你们俩小时候？给。小心！疼吗？不疼。明明打不过你，这是干嘛？小妹妹，你已经到家了，为什么还不回家？别叫我小妹妹，我不是小妹妹。段飞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找你玩呢？这是最后一次啊！不行，我初吻都给你了，你说好要对我负责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对你负责的？再说，谁现在是你的初吻？我发誓，那可是我的初吻。好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可你呢？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，可你却讨厌我。没说讨厌你，那你就是喜欢我。我也没说喜欢你。那你不还是讨厌我吗？好，过几天我再带你出去玩，好吗？真的，别骗我。我不骗你。快回家吧。你在干嘛？没事。哎，段飞哥，我知道你一个秘密，你有低血糖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在回来路上，我偷看了你的钱包，
我不是故意的，里面有一个诊断书，所以你才一直吃棒棒糖，对吧？喂？什么？我马上到。我不能再陪你了。太帅了！老大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料事如神。要不是你让我跟着大嫂，大嫂肯定出问题。你跟叶志清什么关系？不是我让你起来了吗？对。你为什么支持人偷袭他们两个？偷袭？我怎么可能偷袭叶志清？我告诉你，那是一次很完美的苦肉计。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你们，我早就成功了。气死我了！哎，什么苦肉计啊？行了，我跟叶志清没什么关系。那你证明一下你自己。不是你有病吧你？行了，你走吧。真的？走。哎，滚！不是老大，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我觉得他没什么问题。以后啊，你尽量不要把人带到这个地方，万一有人看到，怎么办？明白，是我考虑不周。如果有可疑的人再出现，立即告诉我。干嘛？今晚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再说了，我让你进来了吗？对不起啊。一句对不起就行了。说，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没干嘛。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要睡觉了。晚安。罗大美女，陈志强，意外吗？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我出来有一阵儿了。你找我干什么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对了，听说你在红顶混得挺不错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说你都混这么好了，我要去试试的话，保不齐也能混个副总当的。到底想干什么啊？没什么，找你叙叙旧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说的。看来你把挪用公款的事都忘干净了。如果这儿的人都知道的话，我想你就没那么安稳了吧？你混蛋！你才知道。行了，别这么大火气，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穿的很漂亮。各位应该知道，红顶的各大板块已经在天海受到冲击。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直接关系到红顶的未来。我决定在最快的时间内
启动我们的电商计划。难道云总想把红顶几十年的成果当成你的赌注吗？我当然不会把红顶当成赌注，但是我坚信，红顶只有转型，才会在未来发展得更好。你的方案非常的不成熟，红顶集团怎么可能压在这么一份不成熟甚至幼稚的方案上呢？我是不会让步的。我觉得大家都冷静一下啊！云总毕竟是总裁，1个月的时间，如果你能做出一份完整的方案，那我韩元仓举双手赞同，推进你的计划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做不好的话，我主动辞去总裁的位置，由韩副总担当。